Hello，我係 CK，我係 Art for Hair Group 嘅創辦人之一，主要提供一個舒適嘅環境俾髮型師工作啦。咁我哋有唔同嘅進修課程俾髮型師去成長培訓嘅。最緊要都係喺香港呢個租金最高嘅城市，打造一個最完美嘅髮型師平台俾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今日主持人 CK，俾啲掌聲我先，掌聲！而家我哋集團都去到第12個年頭啦，恭喜你哋大家，恭喜 Art for Hair Group。Hello，我係阿 Chuck。我哋呢個集團由12年前 Phoenix 開始，得幾個 partner、幾個髮型師，到今日而家有100幾人坐喺呢度，一齊見證住呢個集團嘅發展。真係好開心，咁多年嚟一路見證住每一個面孔可以喺呢度成長同埋進步。我哋呢行最難管理嘅就係人，但係我相信只要對公司有一個無私嘅心，我哋一定可以行得更遠。